冇睇師傅教學嘅人。乜你覺得買收息股就好冇出息咩？介紹個 friend 你識，佢買收息股係最得戚。哇，好耐冇見到喂。係幫緊你幫緊。聽過你買收息股好叻㗎喎。算係唔錯啦，佢好掂㗎。有咩幫？我都想學你咁懶，我都想學你咁懶，我都想學你咁懶啊！想你介紹啲收息股俾我啊！你有買港股同美股都有買，股定港股同美股都有買，你介紹俾我啦！救命啊，師傅！ OK， 我知咧，大家就嚟瞓着噶啦。聽呢隻樹懶講嘅咧，真係3倍速都搞唔掂噶。粗重嘢咧，交翻俾我先啊！股市咧風高浪急啊，大起大落，有時跟車太貼咧，真係咧賺到啲錢嘅。不過咧心力少，一個唔留神咧，跟車貼都會撞車噶噃。嗱，明嘅，所以咧有人咧會踏破鐵鞋咧，揾一個穩陣嘅靠山。我講緊嘅咧就係收息股啊。不過噃，好多散戶咧只係睇股息率啊呢啲基本嘢作準，就成副身家就抌落去啦，就出現咗咧乜風蜜蜂嘅情況，10厘息都冇用啦，話唔派就唔派噶啦。今日咧會同大家經過嚴格挑選，分享2022年嘅收息股名單，港股、美股都有噶。仲有咧50年，即係半世紀連續派息嘅股票添，無懼股災啊！你以為又講 Johnson & Johnson 啊、AT&T 啲股票咩？佢哋係勁嘅，但係今日嘅選股更加嚴格咗啊！今日已經唔係講大圍嘢啦，呢股票咧極有可能你都冇聽過嘅。但係佢嘅歷史同埋穩定性竟然仲強啊！而且今日大部分嘅股票都係以50年連續派息為最低門檻添。而呢啲所謂嘅穩陣收息股，因為複利效應啊，有2隻咧連價帶息可以做到咧每6-7年就翹埋雙手翻1倍嘅啦噃。嗱，呢種穩陣咧又有另一種風味啊嘛。咁當然啦，唔係送咁少嘢嘅。今日賣大包，仲會分享我呢個嚴格嘅收息股選股條件啦。嗱，收息股同 iOS 一樣，都要年年更新㗎。所以咧睇到影片最後啊，嗱咁鐵膽嘅教學咧，大家中意啩？記得咧俾個 like 先啊！假嘅！我哋所有嘅專屬平台同埋聯絡方法都喺晒呢度噶啦，唔好再俾人呃啦！我喺唔同平台分享我點樣以理財、股票、房地產投資、稅務安排達至財務自由。我由負債80萬到擁有超過1億資產，38歲決定財務自由。我認為咧，投資係唔需要犧牲時間㗎，做到財富增值而唔影響生活，先至係投資啊嘛。想學深入少少嘅，記得訂閱埋 MTTV 富翁電視睇直播分析仲得啊！嗱，呢個世界咧總有人鍾情於收息股㗎，我覺得咧通常都係呢3類嘅。嗱，第一類唔想冒太大風險，不求爆賺，只求收息出下糧嘅朋友。第二啦，又或者唔想成日咧睇市做分析，想 buy and sleep 一覺瞓天光嘅人。第三啦，有翻咁上下資產嘞噃，尤其是退休人士啊，增加買收息股嘅比例，分散風險得嚟咧，又較為穩陣啊嘛，穩穩陣陣安享晚年啦，留翻多啲時間陪下屋企人啊嘛。嗱，我自己咧就係第4類，亦都係最少人講嘅，就係1至3我都要晒，要穩陣，要 buy and sleep， 又要賺價賺息。今日就同大家講呢一味啦。嗱，例如咧，我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巴菲特咧收股息嘅威力啊。可口可樂係巴菲特咧喺巴郡揸得最耐嘅股票，由1988年咧揸到而家噶啦。嗱，就算咧2020年有疫情啊，可口可樂嘅年度收入減少，但係公司咧都能夠繼續決定咧增加派息，去到1.64蚊每股噶，而且咧已經連續咧58年增加派息啊，係連續增加派息啊，令到咧巴郡持有可口可樂嘅股息咧為6.56億嘅美金，即係咧收1年息已經咧係超出咗佢一開頭掟落去本金嘅1半有多噶啦。古語有云，股災唔使煩，6年就翻一番，係我作嘅。買收息股之前咧，當然啦要識選股啦。頭先咧同大家講過啦，今日咧會同大家鐵膽咁分享下我收息股嘅最新嚴格嘅指引啦。大家揾支紙筆抄低佢，或者咧 save 低呢條片喺你自己 list 入邊咧自己重溫翻啦。第一係 payout ratio。派息比率啊
先係最重要㗎，因為咧派息比率代表咗公司嘅盈利當中願意肯拎幾多百分比咧出嚟派息俾翻股東㗎。嗱，我哋咧希望揾到派息率大過50%公司，代表賺10蚊願意將一半咧攞翻出嚟，仲要唔係1年，過去嘅5年、10年、20年呢個比率咧都係一致非常穩陣嘅。咁長年累月經過經濟衰退，都不斷咧益下啲股東。如果你賺10蚊都唔願意同你分一杯羹嘅話，咪鬼做佢股東啦，嗱過檔啦。第二咧，亦都係重要㗎，就係每股派息啊！每股派息需要穩定上升啊嘛，最好每年遞增添，能夠越派就越多。即係好似咧揾咗間屋咧收租，年年咧都同個租客講：喂，今年我又加你租咯。個租客同你講好啊，咁先容易咧達到複利效應㗎嘛。理論上咧，你應該攞翻啲本金生產咗嘅利息，再度咧放翻喺同一個投資項目入邊，就做到咧雪球效應㗎啦。嗱，呢度咧，我會用10年嘅股息增長率去做篩選㗎。咁你股息率睇唔睇咧？股息率咧係可以參考嘅，但係你要記得噃，股息率高咧，亦都係代表股價急跌㗎。但係息率咧可能冇加，甚至減咗㗎。呢個就係大盲點啦。第三個咧就係個戲肉啦，係純利穩定增長公司啊，好多人都會忽略㗎。最好做龍頭行業壟斷咗成個行業嘅，咁咧佢就做到穩定嘅盈利，對手唔多，就有條件咧穩定派息啦。講到尾啊，最重要就係公司有錢賺。冇錢賺嘅公司，就算佢有良心，都冇得派息㗎。最尾咪去返匯控嘅個案重複，你仲要碌爆佢嘅話，哇！啲錢揾得咁辛苦，做下功課先好冇？嚟啦噃，揾齊呢3個條件咧，我哋盡量喺最長，譬如50年連續派息嘅基礎當中，再用咧10年嘅業績數據分析，得出咧港股同美股名單啦。最後仲送多4隻 bonus 俾大家。等大家咧有個後備計劃啊，咁派咁耐股息咁穩陣股票，都可以假設一下將來啊。嗱，如果將來好似過往嘅10年一樣啫，連價帶息咧，幾耐可以將本金翻1倍咧？嗱，夠清楚啦啩？搞咁多嘢咧，其實我淨係想你撳個掣啫，就係個 like 掣啫，咁令我哋更加有動力做落去啊嘛。好啦，送俾大家。呢個2022年最新上榜嘅收息股名單啦。首先講咗港股先啦，因為咧有朋友係仍然鍾情於港股嘅，我都會透過港股收息嘅，有佢自己好處㗎。嗱，但係港股嘅歷史一定冇咁耐嘅，肯定係冇50年連續派息㗎啦。不過咧有2隻較強嘅，過咗呢2隻港股之後咧，其他嘅6隻冚唪唥咧就係以50年連續派息為基礎㗎啦。嗱，如果以頭先種種嘅因素平衡咗底下咧，我認為首選係12號恒基地產嘅，香港4大房地產集團之一啦。創辦人李兆基4叔咧，你就有聽過啦。主要業務咧係做物業發展同埋投資啦，物業管理、建築發展計劃管理等等嘅。嗱，點解首選呢？因為第一，佢連續咧35年都有派息，年年都一定有錢落袋㗎，股息亦都比較穩定，唔會一時2毫、一時2蚊、一時7仙咁㗎。嗱，揀收息股咧就要睇佢嘅派息夠穩定啊！嗱，聽住喎，睇翻恒基地產咧，過往平均10年股息增長率咧有13% 嘅增幅㗎，一睇咧就知道入咗 round one 啦。第二啦，就係35年連續派息期間，排除特別息嘅話，只係得6年咧係減派息咋。雖然啊，2021年咧因為疫情影響減少咗派息啦，但係09年至到2020年嘅11年期間咧，恒基地產都能夠咧連續保持或者增加派股息㗎。如果以近10年回報去計，年息大價咧平均就8% 一年，即係話咧恒基地產可以做到9年翻一番㗎，都翹埋雙手嗰隻噃。其實咧最好係年年派息都有增長啦。可惜啦，我哋研究部掟晒數據啊，彭博啊，揾勻晒咁隻股票喺港股入邊咧，真係冇一隻咧每年派息都有增長㗎。嗱，咁你開翻恒生指數 HSI 幅圖啦。咁冇力水都唔怪得港股嘅，但係頭先嗰隻咧都平衡於穩陣，仲有增長添㗎啦。第2隻股票咧就係3號仔香港中華煤氣啦。嗱，呢隻咧就屈機㗎，擺明壟斷你㗎，除非你唔煮嘢食，又唔開熱水沖涼啦。3號仔係香港嘅唯一一間煤氣生產輸送嘅供應商啊，佢亦都咧為到85% 嘅香港家庭同埋工商業機構供應燃氣㗎。你想煮飯開煤氣咧，3號仔幫到你；你想沖涼開煤氣咧，3號仔幫到你。你唔開心想開 party咧，買3號仔咧，希望投資幫到你。揀佢原因就係啦，
排除咗2007年30年咧，呢隻股票都做到派息可以維持同埋有增長㗎，就係煤氣呢隻股票啦。但係咧，佢最近10年平均股息增長咧只得9.8%，其實增長差唔多10%都唔係用只有㗎啦，比恒基係少啲嘅。如果佢最近10年去計年價帶息咧，平均1年咧7%㗎，即係11年乜都唔使做，翻一翻，仲要嗰種嘅安全啊，同埋個 peace of mind 啊。你知道佢唔會執笠咁滯嗰個嘅感覺嘅話咧，真係猶如咧喺沙灘望住大海咁飄逸㗎。翻嚟先，咦？點解冇領展嘅？因為咧今次我哋選股咧更加穩陣一啲。咁領展嘅玩法咧就要更多啲業績去賺下價㗎。但係講翻頭先兩隻能夠咧做到咁好嘅派息增長，全因為公司長期有穩定健康嘅現金流。嗱，呢個真係我絕招嚟㗎！呢兩間公司近30年咧都係處於正數自由現金流底下㗎。如果大家想了解下自由現金流101咧，去睇翻我哋新手教學先嘅。呢兩隻港股咧係我哋能夠揀到比較好嘅港股收息名單。但係啦，以我哋選股更加嚴格嘅標準入邊咧，仍然係有股票做到又壟斷又做到盈利嘅複息增長㗎。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份工作，有少少儲蓄嘅話，配合埋你組合，只要揾到每年有15% 回報嘅話咧，你10年咧已經可以炒你老細魷魚，財務自由㗎。你計一計數先。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全盤嘅選股標準係乜嘢，點樣睇經濟週期，再配合埋技術分析，仲有買賣房地產同埋無敵嘅按揭策略，仲有稅務安排咧，做一個長勝將軍嘅話，歡迎大家嚟收聽我10年財務自由嘅免費工作坊啊！加速大家財務自由之路啊！撳以下連結有1小時免費 training 送俾大家，即刻可以睇到㗎。嗱，翻嚟先，港股咧揾唔到 A 加嘅收息股 ，A 啦都 OK 嘅。不過呢條街冇豆苗賣嘅，咪去第二個買咯。我知呢度有生菜、西蘭花可以揀，但係我係要食豆苗啊嘛。咁咧唔使同佢糾纏咁耐㗎。轉個場，美股有冇咧？有。以下全部講嘅所有咧，仲有4隻嘅 bonus 股票咧，都係以50年連續派息為最低嘅門檻㗎啦。我哋再加埋頭先嗰3個嚴格嘅選股流程啊！睇下邊個咧係得獎者先。連續145年啊，年年都派息嘅就係 Stanley Black & Decker 啦。而且最近嘅54年啊，係連續增加或者維持派息㗎。編號 SWK 咧係美國一間做五金嘅公司嚟㗎，係財富美國500強之一。嗱，其實咧係好大間公司嚟㗎。俗語都有講啦，無論經濟環境好定差，修橋補路咧都一定存在㗎嘛。賣螺絲電鑽嘅公司咧，絕對唔可以睇小㗎。我嘅愛股都係其中一隻啦。近10年嚟啦，佢嘅平均股息增長率啊，都有成6.8%㗎。年息大價平均咧係12% 一年㗎，即係咧可以做到6年就翻一番㗎啦。增長咧都係幾靚仔㗎。不過疫情期間2020年咧，股價曾經跌咗60% 㗎。當然啦，結果就市場誤會咗。咁喺咁平嘅位置，股息又唔變嘅低下，股息率咧一飛沖天㗎。咁當時有買嘅時候咧，之後已經升翻晒上去，仲創埋歷史新高添。所以咧，遇着大熊市，股價都會改變嘅，但係派息政策未必會跟住改變嘅。呢隻咧就係 SWK 啦。不過始終佢嘅股價咧都有少少坐過山車咁㗎，所以咧呢度扣啲分。但係都係仲係好強下㗎。如果以派息角度嚟講咧，其實極度穩定，仲有增長添㗎。嗱，除咗咧 Stanley Black & Decker 之外咧，仲有好多超過100年連續派息嘅股票㗎。我哋喺2020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過唔少㗎，其中包括 Church & Dwight 啦 ，CHD 啊，120年㗎 ，General Mills GIS 123年，呢隻係出名㗎。仲有大家都聽過嘅 Exxon Mobil。139年啦，仲有 Eli Lilly 啦，呢隻股價升到火箭咁，你會 start up 啊？老嘢嚟㗎，136年連續派息，仲有太多，大家自己揾下啦。要講下一個啦。至於 keep 住咁多年都有增長派股息嘅股票咧，美股除咗片頭講過可口可樂股王之外，仲有呢隻 GPC 啊 ，Genuine Parts Company 啊。1928年咧已經成立㗎啦，即係一成立咗就經濟大蕭條啊，陰公，係一間咧從事汽車及工業零件嘅經銷商，業務遍佈全球，營運中嘅業務點超過1萬個㗎。嗱，佢咧係65年都有增加或者維持派息㗎。
近10年咧平均股息增長有6.7% 一年，係淨係股息嘅部分啦。年息大價平均就10.7% 一年㗎，咁即係翹埋雙手7年翻一番㗎啦。嗱，如果派咗100幾年息嘅話，去到你嗰年唔派，都真係好黑仔下嘅。除咗 Genuine Parts Company 之外咧，好多都超過50年連續派息增長股票㗎。之前同大家提過㗎，包括高露潔59年、Lowe's Companies 58年等等啦。咁我就買 Home Depot 嘅 Lowe's 都唔錯嘅。講到呢度咧，有朋友會問啦，喂，美股收息咧係要俾30% 股息稅㗎噃。咁我都講過㗎啦，稅務係有得安排嘅。點解唔安排就放棄呢？嗱，當然啦，稅務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㗎。可能咧透過唔同嘅計劃啊、信託等等，可能間接能夠做到㗎。有關稅務安排，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留言，咁我可以拍一集俾大家。但係啦，你一定要諮詢專業人士意見先啊。當然啦，你就當打7折先啦，又或者留意翻港股咪簡單啲咯。嗱，再三強調多次啦，認真嘅，天有不測之風雲啦，派咗100幾年息咧都可以突然間唔派。咁當然啦，我哋知道最好就梗係咧又賺價又賺息添啦。咁但係咧呢個世界又真係唔好似教科書咁㗎，投資產品就可升可跌。我哋係分享意見咋，唔係咧建議你咧買我哋頭先講嘅股票㗎。投資前咧做足功課啊，有獨立思維噃。如果睇到片尾嘅話，恭喜你啦，真係非常之有心並且認真學習㗎。咁片頭咧應承過送啲 bonus 俾大家㗎，呢度有多4隻嘅強勢收息股分享俾大家。咁咧呢啲股票就交俾大家做啲功課啦噃。嗱，大家都知道今日嘅選股條件啦，有冇其他你認為咧都比較強勢嘅？但有其他國家都唔緊要㗎，紐西蘭啊、澳洲啊、加拿大啊、馬來西亞都得㗎。喺樓下 comment section 留言俾我 check 同透一透啊，大佬！投資唔係大學專利，下次見大家，拜拜。想做到財務自由，其實投資房地產都係好重要一環嚟嘅。join 咗我10年財務自由課程嘅朋友仔，11月我哋嘅每月主題咧會講到啦，買賣房地產賺錢嘅3種人噃，非常適合咧儲緊錢諗住投資房地產嘅你，做定 research 先啊嘛，千祈唔好錯過啊！想了解更多關於咩叫財務自由嘅新朋友仔，記得下面連結有個免費1小時簡介工作坊，了解下。想緊貼我哋，記得訂閱我要做富翁嘅 YouTube、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如果想更加緊貼大市同直播分析嘅話，可以訂閱富翁電視 MTTV 啦。另外，想跟我哋環球睇樓，記得去訂閱我要做世界頻道啦。